開始在落雨咯，請來觀眾朋友出門愛特別注意。先來看南部，講到在南部呢，初八開始變較無穩定啊。要若初9、初10雨會落甲真驚人。高雄市政府中晝宣布要開設2級應變中心。要若南馬社、桃園、甲仙、六股、武林5個行政區宣布明仔載是停止上班上課的。要若這屏東的東流線交通線也受到這風雨影響，業者宣布初9、初10這2天停駛，業者也趁今日一個準幫的時陣呢，趕緊把這物資載去小琉球。另外，台南有這宮廟舉辦新明星辦桌，佇廟埕辦272道平安宴，卻撞到落大雨，這個信眾是笑講，這雞湯是愈啉愈大卡。這個雨水平安夜食到一半，雄雄開始透光如雨，大家互相行咧，趕緊找所在避雨。台南草湖寮大天府佇廟埕辦272道，要互信眾鬥陣來食平安。煞拄好撞到鋒面經過，佮加上西南風，雄雄一陣青光雨來，廟埕無搭雨棚，有人真堅持互相行咧，繼續包繼續食，嘛有人指責袂掉，起骹就攏。民眾笑講雞湯愈啉愈甜，袂輸是家己會出錢共款。我們剛剛本來想喝雞湯，結果都變成落湯雞的那個，我們也變成雞湯。感覺怎麼樣？第一次這樣。感覺怎麼樣？我想再有第二次。嘉義嘛是天氣無穩定，規工大雨一陣接一陣落。當日比賽全國大專2號慢速壘球賽，規個球場攏積水，和大雨浸甲傷熱烈。為着外國比賽頂打着，球員阿哥佇咧落雨梅控球。另外，因為氣象署預報初9、初10南部雨上大，早起屏東小琉球的交通船業者就宣布要停駛2天。但今仔日也閣有船幫，在地人無用補物資，啊那遊客嘛趕緊改變行程，提早回來本島。因為我們本來預計是今天下午才回來，然後看到有停航這個消息，所以決定早點回來。中午開始啊，我們陸續已經到現在才4點鐘哈，已經加了3個班次了。哦，就是我們要把所有的旅客都輸運完。對了，屏東的交通船，高雄市府嘛提早應變。隨風車北高雄天氣是連綿出日，連綿上大雨，積水真緊就退。不止個氣象署已經針對高雄山區發布大水洪的警報。初9開始，山區24點鐘的雨水量可能會達到350毫米。因此，市府中晝就甲應變中心提懸到2級開設，提早做好防災的準備工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